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初3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本土病例有24000多例，另外中国入境台湾的旅客体检的阳性率是达到25%。中型的航勤集体依法休假，造成航班乱起，刷到来华航子公司的桃园航勤嘛放调讲，若是无起薪水，春节嘛要罢工。去年底寒流低温造成农作物，即马韭菜袂大就黄去，即马韭菜挂价去5成。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咱的本土病例有24000多例，若上新的中国入境咱台湾旅客的体检阳性率是25%。即阵中国的疫情当地滚价，嘛影响台商伫中国的工厂，亲像江苏的昆山、含吴江、有员工真侪人去回调，所以一寡台商的工厂国不中拢已经提早休过年。若因应中国开放国门解封，即马中国入境咱台湾的旅客拢爱伫机场做喙烂的PCR， 上新的阳性率是25%。有专家是建议爱扩大做基因定序来监测入境的病毒株，因为即马伫国外有真侪变种病毒，就惊讲一个无注意，走入来咱台湾会造成咱的本土疫情搁压起来。最近中国防疫为清零转向全面开放，新冠确诊人数一直冲悬，也冲击台商大本营江苏省昆山甲吴江，有的公司员工用要全部检疫。只好让员工提前放假，回去厝过年。不过，要台商超前部署，工厂生产线暂时无受影响。有很多人染疫，但是生产线还继续，因为还可以上班，也可以药物治疗，就对员工好一点，他们就会为公司效力了。因为中国要伫1月初8边境大解封，各国拢严阵以待。台湾这个月也要求所有中国入境旅客爱做喙烂PCR采检，检测变异株的情形。第一天阳性率将近3成。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北平主要流行病毒株是 BF.7， 南平是 BA.5.2。BF.7 阁是 BA.5 的分支，台湾已经 BA.5 为主流的第3波疫情，所以对社会威胁较低。反倒团应该防范后面上升起来Omicron 亚型变异株 XBB.1.5。免疫逃脱的能力更加强。XBB.1.5几乎是在所有那个最新的变异株里面那不管说是传播力那不管说是那个对人类细胞的亲和力目前都是最强的。医师强调，美国研究发现 XBB.1.5 每礼拜有110%的增长优势，相当一个感染者马上感染另外2个人。甲 BQ.1 比起来是双倍传播能力，则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去做次世代疫苗，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那今仔日是台北股市2023年头一个交易日，早盘是开价面对14000点关卡的保卫战，加在大盘有变红，收盘时是收伫14224点，尾也收红盘。2023年第一个交易日，台股盘面是青，以14108点开出，伫电子金融团散造就之下，一度失守14100点整数关卡，面临万事保卫战。不过，资金进驻台积电，目前大盘有较少一点变红。那台股今天一开盘相对比较弱，台积电也跌了大概3块多到4块，所以指数最深的时候跌了136点，但是很明显现在开始怎么样？很明显拉一个下影线，而且 OTC 没有再跌所以感觉起来今天台股应该会有机会也许会收红。分析师表示，目前困扰市场上大因素，有源是电子业库存，不过若中国疫情受控制，民间消费力也回升，会回头刺激股价对股市是正向循环。另外，新台币换美金早盘是30.74块，变达3.2分开出了后，伫台股落车甲阿伯盘整之下，新台币进一步变达30.75，变达3.7分。等到过完年之后。2月1号，美国升息，利差又扩大，才会往贬值的趋势去走。以杨金龙老大的态度，看起来2023不太想升息，这样子利差扩大的过程当中，又会逐步的往31这边继续靠拢。外汇分析师认为，最近美金虽然有转来，不过依然伫相对观点震动。
所以代表也是维持慢慢变大的情形。有估今年顶半年会继续伫个30到31块之间进行盘整。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型的航勤伫元旦的时集体移发休假，造成卡手无够航班乱起。今仔日上班日，请假的人已经有减少啊，所以航班是不加顺。也毋过即马阁有另外一个危机，这是负责桃园机场7成工课量的华航子公司桃园航勤，因的工会嘛放调讲，总共调关薪水讲无成，协商失败，安尼因伫春节无排除要换因要罢工。交通部知影了后，即马是表示会要求主管机关也有航空公司袂使急放放。透早桃园机场的班机到离岸班有缘有长型航班取消，随着年假结束，到报到柜台并无出现排队的人。那行李转搬区运作也大约顺畅，旅客讲并无等伤久。可能是今天班机比较少了，如果可能班机多了，就一定会造成塞车的问题啦。就是劳资双方好好的协谈，我想应该都会很顺畅。长型航空表示，星期三临时请假的地勤只有10人，并无影响航班运作。也毋过，桃园机场地勤无加班风波还未结束。属于华航集团占桃园机场地勤业务量7成的桃勤公司，顶日因为向公司争取调薪，也毋过协商破裂已经进入劳资争议调解进度。那协商阁无成，会进入罢工投票，可能伫春节进前处理合法罢工款。知道之后啦，那就是那当然这个之前要看一些说明会跟大家说明之后，就是进行所谓的投票。对此，旅游业者大声发声，解放了后第一个农历新年假期，那真正拄到地勤罢工瘫痪机场，后果是真歹处理，呼吁主管机关爱积极处理。第一个疫情过后的这个第一个春节档期，那当然对于我们旅行业来讲是相对非常的重要。交通部呢能够尽快的来协助大家来协商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大家都有他的诉求嘛，那针对他诉求，大家就坐下来，诚心的大家来讨论。那如果能够解决问题，那就不会发生嘛。交通部强调，会督促民航局要求航空业者诚心甲员工沟通，希望会当化解春节机场风瘫痪的风波。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咱有拄到入冬以来头一波寒流，低温嘛影响农作物。中华农民种的韭菜未大着黄起，嘛造成即马全台湾韭菜欠货，而且继续咧起，产地挂价起5成。上紧讲爱等到新疆过后，产量才会恢复正常。看到家己种的韭菜，中华农民的心情煞真郁卒。随着去年底低温的影响，韭菜生长速度变慢，新芽色水慢慢偏向黄紫色。即马韭菜供应量无够，造成全台拢欠货。真侪年无调整的产地挂价，10公斤也为21块起到32块，有价春节进前拢是这个状态。哦，你也看这紫色的啊，这是当生的很凶啊。唔知讲，那迄色热人头35天至45天就挂咧走，这马目前这头60天啊啦，2个月啊。佫无啥大，佫袂啥大。根据农委会统计，中华县是台湾上大的韭菜产地，种植的面积有476公顷左右，分布伫埔盐、溪湖、宜林、鼻头等乡镇，年产量是15958吨，占全台将近8成。农民指出，日本韭菜品种较惊风，加上最近早暗的温差较大，产地受损的程度至少有5成。传统市场的摊商嘛讲，韭菜量较少，继续就会起。即摆一把韭菜已经为了70块，起到120。一把60，拢才60、70，即摆一把120嘛。大家拢嘛咧讲，薪水无起啦，逐项起啦，你菜起你无食阁袂使，无法度啊。消费者感觉无奈，不过农民评估，韭菜主要是用伫包水饺，上大竞争对手是高丽菜。目前高丽菜菜价相对较稳。韭菜菜价要起的空间有限，若天气回温，有果春节了后，韭菜就会当恢复正常的产量。记者综合报道。那为着提升农民的福利，提悬农保双重津贴，去年县政府之前有提出讲，希望中央会当修法的诉求。顶个月行政院就通过农保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有回应这个诉求。县府即马是5万讲会当紧完成3套，互农保的双重津贴对15万3千块提悬到30万6千块。
婚林是农业大县，有农保的农民就超过10万人，有真侪农民自真早就一直咧反映讲，双总津贴这几年来拢无调过。对于民国78年公布农保条例了后，双总津贴就是按投保的10200块来发，拢总15个月领153000块。不过农民就表示，到即阵哪有可能阁塔袂过？各乡镇农会的总干事，那还有我们中央有关相关人员呢大家做一个会商。那提议呢，建议那中央来提高就是修改这条法令，尽量争取个当过这条案件当完过。为了提升农民福利，婚姻管府自去年8月就邀请各级别农会甲农民代表向中央反映，农保双总津贴应该照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调，这增加的幅度是比30年前佫起超过70%。希望中央建议修法，也若顶个月2日，行政院嘛已经通过农保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这个双总位的提高到30万0.6千的相信的这对咱南部咱这农民的这做事的一个是真好的一个。最重要，我们希望中央呢也能够尽速在立法院的院会能够通过2读3读确定了整个农保条例丧葬补助费的一个调整。官府表示，目前的双总津贴153000块已经无材料读过双总费用，所以还着有部分的被保险人死亡了后，保费无够负担，嘛呼吁中央会当赶紧修法，将农保双总津贴加倍提悬到306000块，保强对农民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劳工，有劳工团体伫今仔日是公布去年至控制年10大劳动新闻，包括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实施，也有基本工资已经连续7年拢有调悬。另外，最近清在伫新闻内底看到的垂头路去拄着诈骗，这新闻是排前3名。劳工团体是认为讲，去年对劳工来讲是充满希望，嘛是互人失望的一年。呼吁总统蔡英文伫新的一年会当紧通过上佳工资法。真侪中型航勤的员工伫即届新历年年假当中请假来抗议中型集团大细心，其他子公司拢有几6个月年终奖金，中型航勤煞干那1个月。吹啥有劳工团体鼓励这员工会当趁即阵成立工会来甲资方协商，嘛望民众通体谅劳工的集体决定。我觉得整个社会，纵使他们最后假设采取罢工或其他的方式的话，其实也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那如果我们相信民主，我们就应该支持劳工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他们的权利。劳工要安心，劳工要安心，支票要兑现，支票要兑现。劳工团体嘛，伫记者会顶悬公布去年的10项劳动大事，其中第1名是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正式执行。劳工团体表示，台湾一年有5万几件职业灾害，这个社会保险兼顾预防、重建甲补偿，是职灾保护的重要基础。为什么大家这么在乎这个灾保法能够通过？因为它有一个刚刚讲的有个职灾的这个重建及预防法人，我们希望这个预防法人能够发挥它的效果，真正让这些真的发生职灾的劳工有机会、有能力可以再回到职场重新工作。劳工团体嘛，呼吁政府赶紧通过劳动教育法、最佳工资法等等的法律，互劳工权利的保护更加完善。记者林小谢桂林台北报道。那台南的南洋科技大学因为欠员工薪水，前校长阁未学历，全互教育部发讲爱停办。时间是对2020年2月就已经停办，照理讲是已经停办3档啊，早就应该爱改善啊。也毋过即马有风声讲学校想要转型，要继续经营。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今仔日冒开记者会，要求教育部就爱大方的，绝对爱拒绝。南洋科技大学伫2020年2月，因为欠员工薪水，前任校长黄九天受人诬洗、未学历等等负面事件，互教育部裁罚停办。不过最近却传出校方想要赶伫停办满3档，将要改善进程，申请改制变作私立中小学的消息。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表示，这款失德失能的学校，不应该继续经营落去。图谋的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想要改制申请为以国际贵族中小学的名义来继续保有它的校产不能再继续办学的学校，就是应该要解散清算归公，不能够有任何的例外，不能够今天放任难容，明天也许有下一个恶例。
针对高教工会批评，南洋科技大学唔愿意讲，敢若表示已经通过私立学校咨询会议，目前当咧备办转型，一切拢是照法律咧行。教育部方面目前也无一个讲法，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跳出来呼吁，望教育部严肃看待。请不要再认为私校退场就一定要满足董事会的所有的要求。国家没有欠董事会，全民没有欠董事会。我们教育部国家常年投注的这些经费，应该要思考。退场之后回到公共化这一件事情，应该是大家要去关注的。学者专家联合强调，南洋科技大学这个案件真有指标性，唔通互2022年5月14日司法退场条例变作虚设。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春节特别到啊，国际报告的货运量嘛增加真济。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仔日就专工去台北的邮件处理中心巡视，指示讲爱强化检疫。另外，针对外界较关心退税互民众这件代志，苏贞昌是表示，1800亿扣掉劳率来急用的，剩的用钱就会摕来全民共享。也毋过，这做法一定要有法律的基础，嘛需要立法院的同意，毋是政府凊彩讲要分红包就会当家己大主大意。那总统蔡英文伫下晡2点，拄则时伊嘛伫面册表示，会保留一部分的金额，摕来用现金的方式全民共享。遇到问题包括检疫险就会坐落来提醒检疫员。旧历过年就要到啊，国际邮包是愈来愈多。行政院苏贞昌视察台北邮件处理中心，只是强化国际邮包的检疫。对着超征税收其中的1800亿，苏贞昌强调扣掉费用会用发现金的方式给全民，不过要有法院依据，需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我们老早就提醒过蔡政府要预做规划准备。那结果笑死了啊！这个财政部啊，跟主计总处竟然说作业来不及，预算来不及编。我们规划在这个额度跟全民共享用花现金的方式，但这要有法院的根据和预算的编列，要经立法院的同意，不是私下发红包。苏贞昌强调，中国已经在看加上通货膨胀的问题，钱袂使一概开了了。对着立法院会期了后，就要来内阁改组。党内有网有声音，呼吁行政院爱心检讨。富国为民是行政院长的责任，而院长的任免是总统的职权，也请大家尊重。对着外国媒体报道，美军代表团12月访问台湾，是伫讨论爱安怎强化防备。这个时间点来放出这个消息，向解读是要替延长兵役讲话。苏贞昌认为，守护国家，家己要有决心，各方的朋友自然嘛会斗相挺。记者欧阳丹立峰台北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立委补选，即马选战是愈来愈热。国民党的王凤仪今仔日用车队扫街拜票，那民进党的吴怡农同款是用车队咧宣传。伫明仔载时，佫会邀请代理党主席陈其迈甲副总统赖清德同齐去替伊徛台助选。另外，为一场公办政见发表会，伫明仔载1月7日嘛会举办。台北市立委补选来到尾声。国民党王凤仪初三头一遍来展开车队设计，嘛找18个市议员来坐镇，伫个各路口来担任分身争取支持。已经来到倒拍算的时间，要用团体战的气势来拼胜选。新年快乐哈！新年快乐！谢谢。民进党吴怡农透早嘛来投入车队设计，和对手要车拼。针对王凤仪进前已经有朱立伦、侯友宜、罗秀燕。这拿赢咧徛台，气势当咧旺。吴怡农伊讲，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副总统赖清德嘛会来担任助选员，强化绿箭。不是个外界关心总统蔡英文是毋是会伫选情的上尾啊来现身咧？感谢。因来讲，唯一的一场公办政见说明会特别上场。那列个阵营拢正积极咧备战，王凤仪伊甲这个重点聚焦伫个能源问题，强化社会安全网，一刷咧加调还税互百姓。吴怡农伊是反击王凤仪，伊利用选战来操作，用情绪的字眼来去攻击行政部门。到底要发不发？发多少？发现金吗？发那个 N 倍券吗？然后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才提出来。我们提出来还税于民，结果蔡英文总统变成还税于民，变成愚弄的愚哦。王议员
选择用选举的操作，选择用情绪性的字眼来攻击、来谩骂行政部门，我觉得这是相当不适当的。公共政策本来就应该理性的讨论。那我也呼吁政府针对如何让1800亿的资金来让全民共享。那立选前之夜，王宏伟由党部规划造势暗会，要来组织选民的热情。吴怡农最近一直伫庙口办开讲、街头宣讲，选前之夜是办批要来举办同乐会，和选民来博感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伫今仔日早起是召开市政会议，因为选举进程又开支票，讲伊要开付1500块的敬老金，互外界质疑讲这条钱可能爱向逝世借钱，互逝世来排债务。蒋万安是回回讲绝对袂，伊已经有请财政局去算财政收入。另外，伫今年的台湾灯会是23当了后，搁一摆登去到台北举办。灯会的主灯甲歌灯生3款，伫今仔日嘛见光。土瓦穿太空衫，规身躯拢是机械科技感。2023台湾灯会主灯玉兔总彩正式公布。不只是标示当年生肖的主题意象以外，一起回顾我们过去1年大家的骄傲，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好在我是一个非常爱演的一个选手啦，他就告诉我，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然后表情大概那种情绪要怎么样，所以老师非常会引导，所以那一天就是真的非常顺利的把那一些表情都一次性的把它录完。主灯土瓦是将奥运金牌选手郭幸存的面，利用 AI 掠人面技术结合。那灯会歌灯是以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土瓦来想的，而且歌灯的土瓦耳孔也可会当拆落来挂。把这个提带戴在小朋友的头上。过23年，台湾灯会重返台北，市长蒋万安邀请市民同齐来参与。新官就任1礼拜，蒋万安早起主持市政会议，先后问到取消歌市副时代，早起7点半开新会馆内，后来佫访问选前开支票，要开付敬老金1500块，也毋过这引起前副市长黄珊珊的质疑，伫面册破文，烦恼安尼会欠债，也毋过蒋万安遂澄清。目前我们就是先就裁员的部分，请财政局盘点相关的财政收入，而我们了解，我们不会举债来发放，所以我们都是朝向今年度重阳节我们就会来发放重阳敬老金的方向来努力。另外，2024的总统大选，丰城新北市长侯友宜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有意改名拼2024，也有侯罗佩，敢是上强的组合。蒋万安只表示，专心为民服务，都是真好的组合。记者综合报道。是即阵新北市长侯友宜是互看做是拿赢2024年选总统的热门人选。最近就有人在画侯罗配，就是侯友宜配罗秀燕。毛周刊是报讲侯友宜最近有和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私底下有咧见面，嘛有可能是两个人要夹要出来选总统。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总召集人詹明忠是对外表示，想配想，这都是外口咧回，风声的代志伊无要回应。也毋过伊嘛讲，国民党绝对会推出上有机会选赢的组合。9合一选后，国党开始一个备战总统大选。今就看报道，拿赢热门人选新北市长侯友宜最近不止甲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私下见面，搁咧筹建地方组织，甲准备新北市长接班人选。后过合作结盟，要拼总统大会，组成拿军上强的黄金阵容。不过侯友宜初三无公开行程，对外一直无表示。郭侯配啊？还是侯郭配？哪一个？这个都是外界的传闻。国民党是一个有制度的一个民主政党，到时候一定会推出最有胜选机会的所谓什么配。我不觉得2024侯卢配还不错。那你是要问侯市长，还是要问卢市长吗？不止后过配引起讨论，后路配也是一直被点名，不过讨论名单无出现党主席朱立伦。就看报道，以退为进，有关咧铺排总统大选。你们国民党前主席李伟江启臣接班侯友宜的传闻一直滚价，江启臣重新拢是外界咧要。我跟侯市长没有谈过这些相关的事情，也没有相关的一个规划。那明年选的是
立委跟总统也不是市场啊，所以我当然是要争取立委的连任啊。江启臣强调，重心会伫立法院。另外，新北台中可能接班多一个，伊也被讲拢是假设性的问题，指控之事爱团结，才能胜选。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讲，2023年，全世界有1/3的经济体经济拢会倒退率。美国、欧盟甲中国这三大经济体嘛有测讲，今年的经济成长的脚步会放慢。嘛点名中国，讲中国是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未来这几个月受疫情影响，经济会真艰难。2023年才多开始，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华警告，受俄乌战争、大陆疫情冲击这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体有一半陷入衰退，欧盟半数国家也陷入衰退。就算遐无衰退国家，不的确有真侪人感觉亲像衰退。当然讲1/3是一个很基本的预测了，但是如果说情况往比较更不好的方向去，有可能是1/2都很好。但是基本上我们看起来，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这个主要的财政部门也好，跟货币的部门也好，都有在做一些对应的政策去减少这些问题。顶个月才放弃严厉防疫防控政策，中国大陆乔治艾华认为，中国经济短期会面临新一波打击。根据中国顶一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受大陆工厂疫情拖开，和中国国内工厂活动连续第3个月萎缩速度创近3年上紧。预测中国经济年成长率会出现40年来比全球经济成长较低情形。中国因为解封所带来的经济活力的恢复，它有个时间落差，要到2023年的2月、3月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好，而且出现力道现在都还不确定。但是比较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初期解封的阶段所带来经济抑制的这种影响，大概会造成中国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明显的下修。展望2023年，专家认为，那美国经济因减少伤害，加上中国解除封控了后，经济起来力头真猛，等减少全球经济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所以镜头来美国新一届的国会初三会开始起国，会选出新的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虽然有掌握多数，也毋过即马共党的议员内底已经有9个人出来放调讲，因无要支持麦卡锡，所以麦卡锡敢有法度选调，即马嘛出现变数。第118届美国国会初三特别开会，两天会来选出新任的众议院议长。共和党来掌握众院多数的席次，党内话声上界悬的议长人选就是加州众议员麦卡锡。I told you we'd be back. Just took a little while. I'm proud to announce the era of one-party Democrat rule in Washington is over. Washington now has a check and balance.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 say in their government. And this new Republican leadership team is ready to get to work to put America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不二个麦卡锡拄碰到真侪挑战，头起先共和党伫个期中选举了后，掌握众院过半的222席。不过，这对民主党加9席，麦卡锡需要218席，安尼才有法度来确保议长的大位。伫个元旦即天，共和党有9个众议员发表公开批，表示讲无要甲支持的立场。Well, I think we can do better. Right now, we need new leadership. We need to turn the page. I think that we need someone who has broad credibility with conservatives and centrists and moderates throughout the conference. And I think what you just saw is that Kevin doesn't have that. 党内极右派的议员批评讲，麦卡锡对前总统川普无够忠，为着要诱党内的议员，必须麦卡锡爱做出让步。同意讲就任议长了后，只要若是有5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提案，就会当来针对众议长来行使无信任的投票表决。伊嘛同意讲取消代理投票，甲视讯出席听证会的制度。假使麦卡锡若无法度伫个第1轮投票顺利来当选议长，安尼就会成做1世纪以来头一个多数党的领袖要选众议长的第1轮投票失利。部分共和党的人甚至建议讲，爱解释众议共和党的第2号人物史卡利斯来做接卡。也若新一届民主党的众议领袖是由纽约州众议员杰佛瑞来担任。
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继续关心以色列军队初二的时，是伫巴勒斯坦北部的城市，准备要拆2个巴勒斯坦枪手的徛架的时，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造成2个人死亡。这个所在暴力冲突，即马已经是10多年来到上界严重的程度。去年甲打嘛已经造成150多个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军方初二听到2名巴勒斯坦枪手的徛架，佮表示，这2人伫去年9月对立的时阵，杀死1名以色列士兵。不过，拆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部队伫杰宁甲当地民众爆发冲突，造成1名武装组织成员甲1个青年死亡。هاي مجرد حجارة ما بتدل إلا إنه على قوة أولادنا وعلى قديش هم ما شاء الله قدروا إنهم يقتحموهم وقدروا إنهم كانت عزيمتهم قوية كان قلوبهم ما شاء الله قوية قلوبهم قلوب أسد ما شاء الله 几啊千人送死亡的同胞最后一程，为替予阿克萨烈士女的旗仔包掉咧。以色列军方证实这场突袭行动，不过巴勒斯坦人要开枪甲拼燃烧弹。以色列伫2011年差不多逐天拢攻击巴勒斯坦城镇，造成150外个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军方表示，大部分死亡巴勒斯坦人拢是武装分子，不过依然有一寡民众也互人杀害。巴勒斯坦民众控诉，这摆拆除行动是对因的集体处罚。 السياسة اللي بتبعها الاحتلال لأنها سياسة مش راح تجيب النتيجة يعني زي ما هم متوقعين إنهم يكسروا عزيمتنا ولا يكسرونا لا بالعكس بتزيد الناس إصرار وثبات إن شاء الله. 以色列初一个攻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南部。根据法新社报道，密集火团火力攻击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甲周围地区，造成2名叙利亚军人在内，总共4人死亡。以色列轰炸目的是要打击叙利亚伊朗民兵，也让大马士革机场被迫关门。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 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嘛，战未煞。俄罗斯伫初二的时是承认讲，因是拄着这场战争开始烧战以来上届买命攻击，因为俄罗斯有63阿兵哥一届就死亡。 伫乌克兰东部顿的茨克州一个职业学校做回乌军军营的建筑，即马正做一片路苍苍。这影片伫社群媒体，路透社无法度证实迄个日期，不过确认地点是乌克兰控制区域内底土矿城镇马克耶夫卡区。根据消息人士的讲法，这攻击造成无到100人死亡，有数十人丧生。乌克兰国防部是表示，俄方有400人死亡。 По пункту 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одного из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 районе населенного пункта Макеевка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ВО 2 реактивных снаряда «Хаймерс» были сбиты.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ражения 4 ракетами с фугасной головной частью пункта 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погибло 63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31 грудня в районі зосередження у населеному пункті Макіївка Донецької області було знищено та пошкоджено до 10 одиниць ворожої військової техніки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Українська авіація протягом доби завдала 10 ударів по районах зосередження ворога та 5 по позиціях його зенітно-ракетних комплексів. 乌克兰表示，基辅防空能力一直强化之下，俄方最近密切控制能源基础设施的战术愈来愈失败。这一摆也让俄方真生气。路透社报道，真侪民族主义布洛克批评军营大架弹药放伫同一栋大楼，遭受攻击当然死伤惨重。俄罗斯国会也表示，情报、反情报、防空部拢无正常运作，会对失职人员追究责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美国棒球界传奇球星或者女金刚的纳拉提鲁娃，初二时是对外证实讲，伊去治疗脑喉癌含灵癌，因为拢有提早发现，所以拢会当治疗。伊嘛讲刷落来，伊会拍拼对抗癌症。66岁美国棒坛传奇女将纳拉提鲁娃伫推特表示，毋免讲我手机甲推特拢要壁啊，所以我阁讲一遍，感谢大家支持，我袂简单被拍倒。 女金刚纳拉提诺娃是伫初二时阵向棒球网站 Tennis.com 表示，家己被诊断出得到灵癌甲喉癌，伊是伫去年11月伫德州一场比赛时阵，做到阿马棍附近淋巴诊断，检查发现是喉癌第1期。伫检查过程佫发现淋巴有灵光原肺炎，属于非侵蚀性的灵癌。伊表示，虽然伤停打击实在真害，毋过拢是会用治疗。虽然会有一段辛苦的日子，毋过会全力对抗。
况。按算这个月展开治疗，也希望有好结果。这表示伊所来去澳洲棒球公开赛球评的工作爱先放落来，可能改用连线底评的方式。已经有过抗癌经历，2010年伊得到灵癌，经过半年治疗，而且已经好啊。伊表示，迄时阵对伊家己得到癌症真无助，后来决定公开病情，鼓励共款是灵癌病人。伊伫个捷克出事，后来规划美国，先后有18座大满贯，其中9座温顿女单冠军是史上上济，也是国际棒球名人堂成员。另外，身为女同志，也为平权发声。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疫情。今仔日是新增加24000外的本土病例，胃病死亡的有22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对外宣布讲，对1月初6开始到1月底，对中国出发经过香港甲澳门搬飞行机来台湾的旅客，伫坐飞行机进前，拢爱加体检阴性的证明。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头段宣布上升的政策。昨天新确认的本土的病例有24649位，目前的病例我们研判应该还是在增加的一个阶段。另外一个死亡的病例的话，在昨天增加了22位。本土的部分，我们的 BA.5上一周是占82%，这一周是明显的有下降到62%。不过就是大概有将近40%都已经是其他新兴的变异株。那这其中3个新兴的变异株，它们的占比都有比上一周增加，包括就是说 BA.2.75，特别是在 BQ.1的部分有比较明显的增加。1月1号从桃园机场入境524个人，阳性的有146人，另外还有133人是从松山机场进来，其中有18位是阳性，115位是阴性。在1月1号入境的有657人，那其中有164人是阳性，那阳性率是25.0%。1月6号开始到1月31号，那这个从中国启程经过港澳，那转机这个抵达台湾的这个旅客，他的一个检疫方案要持这个启程地，搭机前48小时 PCR 的这个检验报告，或者是24小时内抗原快筛的这个检验报告。所以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桃园的治安。桃园乌道的家族甲外号号做乌人，今年55岁角头老大郭信义，昨下晡伫徛街附近，伊准备要出门去倒粪扫的时，当场互弹死，伊着6尺不幸死亡。凶手犯案的车辆随风烧掉，光头白日伫大路杀人，警政署长嘛随到现场去指挥办案。救护车赶到现场，要甲死神抢时间。7日下晡，桃园太仓10街传出枪声，倒伫涂骹是在地角头，北看成真一件重大刑案。外号乌人的55岁郭信义，两边都拉那个恐怖围起来啊，这里不能过啊。刚刚出门倒粪扫，所互排护真久的杀手近距离伫顶半身连开6枪，经过头2边阿妈棍、正手掌甲倒边不倒，至少有6个轻伤，些拢是要害。郭信义当场失去生命现象，凶手作案了后马上逃走，犯案的车也被拼伫新北长南区的甘远街，将车烧掉，想要灭迹。路中间，这一条路的中间有爆炸声但是没有出去看，可能过1-2分钟才出去看，就有看到那个火烧车的。凶手当天白日伫街路领回犯案，因为案情重大，警政署长黄明昭甲通市警局长柯锡晴拢亲身坐镇指挥，通知建设人员至现场进行采证，同步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深受责任的共判，犯案动机是寻求金钱纠纷，还是乌帮拼场？目前还阁爱等警方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轻便铁路伫元旦迄一天，载客量是达到46970人次，创下好成绩。那即马伫爱河之心这一站附近的路段，人行道是因为进前施工的关系，即马有窟窿有破坑，这红眼车也是轮椅要过要行，拢是坎坎坷坷，引起民怨。这运江是表示讲，因会赶紧去处理。
跨年晚会刷过了后，民众拢行往捷运站。高雄市府连续伫跨年元旦这2天办演唱会，高雄捷运甲轻铁拢一坐车的人阵。轻铁跨年载客量有53000个人次，安那元旦迄天是46970人次，是这几档元旦上济纪录。虽然载客量有较好的成绩，不过民众却认为轻铁周边的人行道对过路人无优先。无障碍空间并不是很而且。其实我们走好走，但是推轮椅不一定好推啊。以这种可训来说，他们更需要可能无障碍空间或者比较平稳的道路。老大人也乖仔行伫人行道顶悬。去年10月初拄通车的爱河之心之站，附近人行道的庄仔路煞有侪大破损，各悬架坎，而且停车架围伫人行道顶悬，嘛，互过路人无卡路。普通人反正无问题，不过老人囡仔坐轮椅的就要较细致啊。毋若爱河之心，当咧施工的大顺路状况是搁较歹。大顺路轻轨路段人行环境招接的部分，市府非常的重视这样子的议题。那我们会尽快召开跨局处，以及我们比如说公路局、交通局。我们捷运局、水利局等等的一个跨局处的协调会议。捷运局答应会跨局处协调改善，短期内会申请养工处来修理。不过大顺路因为施工的关系，路变细条，有一寡所在甚至是无人行道，人甲车就爱上手路，要等公车搁就爱闪车灯。民众嘛希望市府赶紧处理，互过路人有安全的空间。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嘛是咧高雄市政府有设16大特色公园，这公园内底有共用游戏场。去年7月中才开幕的中游海洋天堂亲子公园，才开幕半冬尔，即马就传出游乐设施已经廃去啊。有家长是质疑讲，这施工的品质哪会遮尔两光？啊，毋过嘛有人是认为讲，民众爱加强公德心。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这大公园是由中游施工、中游维护的，因会拜托中游爱紧去处理。尤其封锁线的海鲜场写着各种的滑索区，中央公园内底毁损的设施袂少。这是高雄展览馆边仔的中游海洋天堂亲子共用公园，去年7月6日来启用，无到半冬，所有1/3的游乐设施拢歹去。东西你说半年，今天没事，明天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很难说啦。这个也不知道是老百姓的问题，还是厂商的问题。有些东西是坏掉的，它就是有危险的潜在就对了。这个所在有沙滩、溜滑梯等等的游具，适合0岁到12岁的囡仔。每届到假日，拢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到即马无到半冬，就真侪所在歹去。有家长质疑施工的品质，嘛有人认为公德心就要搁加强。缺失的部分，我已经有通知中有派进驻责成厂商派人修复。高雄市政府陆续设置16位特色公园共用游戏场，但这2档新建的共用式公园，无短时间大量游具歹去的情形。中游海洋天堂是由中游施工，后续嘛爱由因来维护。不过完工了后5档的报告，已经请市府的同仁前往查看，而且同步请中游赶紧派人来维修。记者王柳婷明交关个报道。电风风上头，咱来看台湾灰狐是咧要济种的保育类的动物。育粉地是伫花莲较济，所以伫花莲的数量嘛较济。为着要守护这珍贵的物种，花莲县政府即马按算要向内政部提出申请，打算要设海岸保护区。李氏也倒吊伫树顶，将家己包甲红红红的乌小动物，都是特别绝种的台湾虎狐。入暝了，因定伫花莲市美仑溪烟花飞行，全国只存无到200只，花莲目前只有50只。胡蝠它分布的核心热区就跟我们人类活动的范围重叠，就是很多都是在公园绿地，然后所以其实有很多民众傍晚出去散步、运动的时候，会有机会看到胡蝠飞过，或是看到它们在树上觅食这样。为了互虎会当有安全的生态地，花莲县府向内政部提出申请，计划成立美仑溪入去海岸保护区，未来包括修剪树啊方式，甲河川整治工程拢有相关规定，袂当随意进行。美仑溪的出海口一直到中正桥的这个河段，在这个区段里面，我们有种植的一些胡蝠比较常食用的这个像林果龙这一类的水桐木，让它能够在这个栖地那有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环境。除了虎狐，包括较少看的绿蜥，也是即摆放列伫区段内防保护的动物。但中央决定了后，将严禁骚扰伤害的捕捉。县府计划搭配保护区宣导甲解说导览，让这个所在成做全台第1个虎狐生态区。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内政部人口统计，去年到11月份拄出世的红婴仔大约只有12.600个。咱台湾妇产科医学会观察各大病院汇报，讲顶个月11月份，计共有12000外个生児，等于去年规年出世的红婴仔数量大约干那138000人左右，这嘛创下历史新低。元旦婴仔顺利出世，妈妈真感动。不过负责接生的医师임中生说是感触真济。去年好年影响，加上出生率继续降低，甲去年11月只有差不多126000个新生儿出世。台湾妇产科医学会阁有讲，全年差不多只有138000个婴仔出世，创下台湾公布了后上低一年。今年大概生产数字大概又会下降，大概会在14万不到。因为连续8年的每年减1万，所以现在就是因为生产的年龄上升了很多，有问题的小孩也多，所以这个情况势必要修正一下。少子化已经是个案危机，台湾出生率下降的幅度比真济国家更加紧。妇女身体基金会观察，台湾大部分育龄女性拢有头路，有3岁以下囡仔的妈妈就业率高达7成多。这场妈妈才是即马社会普遍的现象，呼吁政府爱投入大量资源，建构优先职场。第一个，你要必须在制度上就是支持男性要参与照顾；再来，公共托育的比例是要必须在短期内快速的拉上来；再来就是友善职场的改革。那友善职场改革，我们其实会希望说政府能够推动所谓的弹性请假的制度。目前政府投入无甲1%的 GDP 来建构有新生产甲产后育児的优先生育环境。陈菊雄表示，亲像最近5年3岁以下送托率大幅度成长来看，政府伫0岁到2岁托育政策非常有限，名额伤过少，女性伫工作饲囡仔之间两头烧，当然搁较无愿意生囝。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镜头来宜兰。宜兰土城的木技师陈启文接触茶雕的技术要活半世纪，伊是宜兰在地高人，伊手艺真好，红架刀、新刀、大神红仔伊拢会晓做，而且伊坚持品质，做不好就唔卖，伊的好手艺同人学咯。将雕刻到无内刷落来伫插头，雕刻幼稚的纹路，连鱼仔鱼兰拢会当呈现。宜兰头城木技师陈启文手艺真赞，会当修复变庙宇的新龛、新道、甲大神翁，是宜兰目前唯一的木技师。只是说在做这种工作，因为一个社会上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价值在。65岁陈启文16岁就到家人学木艺技术，因为薪水不悬，捌因为经济压力走去卖衫，不过3工了后就挡袂掉，佮转去伊上爱的木艺工作。伊讲木艺真好耍，无一件木雕作品会共款，每一届雕刻的时阵拢真新鲜。因为我做无外歹话，是只要伊那80块，甚至写2-3天两个嘛咧写。要雕刻大细作品，刀具也真重要。陈启文有各种木艺刀具，有一寡刀具外口是买袂到的，也是伊家己做出来。对品质伊坚持，若作品做无好，绝对袂卖互人客。到伫木艺工作我半世纪，原本伊55岁就要退休，却一直放袂落对木艺热爱，展现一人精神。记者综合报道。下晡通天下来关心国际世界台，俄乌战争引起通货膨胀甲能源危机，嘛造成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即马开钱已经无亲像英国遐尔拍手啊！即嘛影响到做代工的越南，因为一寡外商的工厂已经无订单，嘛开始咧裁员。最近这4个月，越南的劳工受影响的人数已经超过47万人，伫即阵已经有4万人无头路啊！ 31岁潘淑瑶伫台湾做野厂，一向企业设伫胡志明市的工厂上班，一个月相当210美金的薪水，互一家4人勉强伫瑞来到平福港桥大西厝生活。不过顶个月初，工厂用营运无好为理由裁员，伊即马只有2个月就遣回过生活。要安怎饲饱2个在发育的囡仔？这经济情形，因讲是比新冠疫情的时阵要搁较惨。 Em đang làm cái tự nhiên công ty nói là cắt thu hẹp sản xuất á, cái em hết hồn trơn tại vì mình đang làm ổn định với phần đang cũng suôn sẻ. Rồi bây giờ mà mình đi chỗ khác làm cái mức lương mới của mình 4 triệu mấy 5 triệu, nó ít hơn chút đỉnh mình cũng đâu có xoay sở đủ đâu.
越南目前有真侪路工甲潘石桥同款的情形。越南是全球上大服装、鞋类甲家具产品出口国之一。俄乌战争引起高通膨甲能源危机，和欧美消费者的购买力减少真侪。甲去年同期比起来，美國訂單減少3.4成，歐洲減6成。Này nó khác, khó khăn Covid là có đơn hàng, cái chuỗi cung ứng có nhưng mà bị gãy và không có người làm và không được phép làm trong cái điều kiện không bảo đảm. Còn đây là có đầy đủ nhưng mà lại không có đầu ra. 越南勞工總會資料指出，今日是最近4個月受影響人數超過47萬人，還有4萬人無頭路，其中3萬人攏是35歲以上的女性勞工。若是用產業類別來看，各以紡織業受創上深，因為80以上勞動力攏是女性。Tôi kỳ vọng rằng là qua mùa xuân hoặc là hết quý 1 2023 thì mọi việc nó sẽ khởi động tốt. Và muộn nhất là tôi nghĩ là tháng 6 của 2023 thôi. Vì khi mùa đông qua thì Trung Quốc mở cửa thì tôi nghĩ mọi hoạt động sẽ bình thường. Vì đây là hoạt động, đây là những cái nhu cầu nó rất cần. Và chúng ta đã biết là胡志明商会陈副会长表示，今年前半年出口商的生产线拢是全速运转，市场大多对因来讲是意料之外。第3季开始，因为全球性通货膨胀、消費者需求減少、訂單促銷、甲大量庫存升過濟情形。不過，伊認為越南景氣價格是暫時的。疫情期間的減產，導致2012年前半年出現商品欠缺。同款的情形1年了後，可能會佫呈現。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鏡頭來日本，日本的高中老師是吵甲要死，若真正過勞吵甲死亡的新聞嘛，不時攏有。因為這老師除了愛教冊，閣愛管理，愛做行政。若學生囡仔的生活，伊嘛愛顧，有誒閣愛兼教社團，所以逐禮拜上班攏超過60點鐘，一天攏超過10點鐘。有一個過勞死的老師，伊的牽手即馬就徛出來傳領反教師過勞死的團體，希望日本政府愛改變這款狀況。透早到學校，日本中學老師下村阿祖先是整理教具，然後佫去運動場整理社團用具甲場地。除了原本的教冊，佫佇學生放學了後做壘球社團的指導老師，規工落來工作超過10點鐘。学校の仕事だけが全てではないので、家庭のことと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の融通というか時間的なゆとりがなくなるのは事実ですし、そういうところで負担に感じることもあります。根據 OECD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在2017年的調查顯示，日本中學老師每禮拜平均工時是56點鐘，大部分先進國家的平均工時是38點鐘。都知影學校老師的工作真重，為大量文書工作到法中鬥陣，甲學生鬥陣拼數，監督學生上下課安全等。日本老師佇某一種程度已經正做校園雜工，有的父母應該承擔的責任，擱會加在老師身上，親像學生佇學校外口偷摕物件霸凌等，老師抑佫會被派去代替父母為學生向當地居民回失禮。雖然日本法律規定，一個月加班時數超過80點鐘，或者是一禮拜工時超過60點鐘，就是過勞情形。不過日本工業財團發展聯合綜合生活開發研究所今年9月調查顯示，學校老師每個月平均加班123點鐘，超過80點鐘的過勞標準。其中上耗時的工作，就是擔任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和老師佇學生放學了後就班，有緣愛犧牲家己的時間，無法度休困。到這40歲中學老師工田紀男，到伫2007年就安尼過勞死亡。亡くなる1年ぐらい前ぐらいからはもうかなり疲れたっていうことと頭が痛いっていうことと、この新しい学校に移った4月なので、亡くなる2ヶ月ぐらい前からはそうですね、はい、もうちょっとしんどくてやめたいとか。根據每日新聞伫2016年的統計，為2007到2016的10年之間，有63名公立學校老師因為過勞死亡。工田紀男過身進前，也捌甲太太表示，希望未來應改善老師的工作模式。外に出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でも二度と子どもたちが先ほど先生お疲れさせてごめんなさいって、ああいう言葉を子どもたちにも言わせてはいけないっていう。
过去日本社会普遍认为，教学工作是为囡仔服务的神圣工作，所以记录家己的工作时间，常常互相关单位不满。所以近排提出证据，显示工程技男伫长期一天工作超过14点钟之下死亡，互伊太太用5年时间提出申诉，最后才被认定过劳死亡。共款做老师的工程上主，即卖也照先生委员带日本中部地区环教师过劳死团体，希望改变老师工作模式，才袂阁过劳。公司新闻电视董朋友。天气报你知，下半部天气变化3款，咱同齐来看各县市的资料。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18度，上悬是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1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